王超，看你这么喜欢切磋武艺，我身边有几个保镖也挺能打的。你有兴趣的话，我在楼下等你。楼下？对，我就在你楼下。波兹街，东南曼城 CBD 了吧？张总，帮我把车开到车库里，然后上来。好的。走吧。我告诉你啊，他们都是退役以后的雇佣兵，在非洲的丛林经过严格的训练，真刀真枪真傻，基本上没了人性，所以动起手来最为可怕。你还敢不敢和他们比试？雇佣兵，雇佣兵运用的击击手段，多是不顾自身安危，杀敌为上，往往与目标同归于尽都在所不惜。完成任务就是他们的天职。陈姐，您遇到过雇佣兵吗？无数。那您能打赢他们吗？这个话题没有意义，因为不同时间、不同地点，我也可能成为他们的一员。而那个时候，我自己的打法也会有很大的变化。杀敌是第一要义。难怪刚刚看那3个保镖的眼神冷酷无情，原来是这样。首先对自己狠，才能在搏击中对别人狠。不过，张总，您怎么会有雇佣兵战士做保镖？怎么，你看着有点紧张啊？没有，我没紧张，我只是，可能是这电梯里有点闷。我能理解，你不用紧张，放轻松，等下还要和我的保镖切磋呢。这个张总生意做得好大，这可能还只是个分部。看来曹毅说我有机会接触到上流社会的人物，果然是真的了。来，请吧。